亲爱的现场甲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128纪念和平纪念日的祈祷会。咱知世界有缘有真侪所在，即马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政治立场甲利益的分配，遇到真侪战争甲冲突，也因为安尼，真侪百姓的性命财产丧失，心无平安。恳求爸上帝来带领保守，咱也即时会使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让每一个人的心拢得到信心、平安甲盼望。求主怜悯赦免啊，赐智慧、公义，互即情掌权的人，互因的心无搁公硬甲自私。即时也要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咱体力。咱来为着这个事，为着阮通认捌真正掌权的主，来献上这首诗歌《主全地主》。咱的必胜，耶稣已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保障，咱的国家，耶稣已掌管，咱要追求伊爱讲，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必上以为高过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活过伊，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咱的必胜，耶稣已拢知，咱的人生，耶稣已保障，咱的国家，耶稣已掌管，咱要追求伊来看，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必上以为高过伊，伊的手赐咱平安，耶稣是全地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要全心全意活过伊，伊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耶稣是台湾的主，是台湾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将咱必上以为高过伊，伊为手
每一日每一个大细项事顶面，咱较无主，咱倚靠主，咱敬畏主，迄号人要得到主大大的赏赐的福气。因为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看望伊慈爱的人。倚靠耶和华，掠耶和华做伊所倚靠的，迄号人有福气。愿阮时时刻刻来提醒家己，要成做迄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要得到主的祝福，要得到耶和华满满欢喜。靠无主耶和华主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伊创造你个享受你新生命，主的恩典甲祝福何等的大，阿拉主耶和华个敬畏伊的人，顺探主耶和华的旨意的人，伊创造你个享受你新生命，你着永远笑脸无衰。天父应伊主爱的面容，时时刻刻拢在看顾保护你。你黑暗面，伊为你点着光明的灯，因带你行过心的山谷，脚无主耶和华主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无论你踮伫什么所在，拢着我靠耶和华。靠主爱的主爱的人，仰望主耶和华的平安的人，伊创造你个享受你新生命，主的恩典甲祝福何等的大，阿拉主耶和华个敬畏伊的人，顺探主耶和华的旨意的人，伊创造你个享受你新生命，你着永远笑脸无
来做一个祈祷。主啊，亲爱主上帝，我们伫主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恳求主你赏赐阮有顺服敬畏的心，求主来赦免，洁净阮偏离主道路所缔造犯的罪。为着安尼，我们来为着台湾这个国家来向上帝来祈求，恳求主保守台湾这个多数的国家，通予所有执政者甲在野的官员有一粒好人民行公义的心，来听台湾百姓的声音，听惜这块土地，听惜台湾，听惜人民，以听公义、和平来做根基，做百姓好的模样。主啊，求你赏赐智慧，做出予执政者官员做出下主心意，对台湾百姓有利的决策。因为一个国家的兴旺甲衰退，拢是出于主你的旨意甲掌权。互台湾所行的每一步，拢有主你的看顾；互执政官员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拢有主你的引带、你的旨意。因为你是历史的主，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是全世界的主。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恳求、谦卑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现在请坐。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今日的祈祷会，要特别为着今年是228事件的78周年啊，所以咱来有举行一个228的祈祷会。咱在场里有超过78岁，请举手一个。拢无，大家拢足少年的啊，所以咱拢毋捌经历228事件啊。我伫美国的时阵，有一个会友，伊是拄仔伫228迄天，伊有经227到228，伊有经过228的迄个广场啊，所以有听伊讲到现场所发生的代志，所以毋知影咱有即种的机会无？总是咱伫即个228事件将近80年来啊，台湾曾经有一段戒严的时期啊，228事件是个谜啊。但是这个谜呢，经过70几年，到大渐渐的解开，找到真相，互咱大家知影讲到底228事件是安怎样来发生，那么明白真相的目的就是讲避免再次发生228事件，让真无意外这个土地上再发生这样子的悲剧，发生这样子的不幸的事件啊，所以我们有责任，就讲需要去汲取228事件的教训。因为咱都没有在那个年代当中来出生，所以我们就是变成是一个见证人，听头前的人因的故事，然后将这故事转化做咱的性命，然后帮助下一代，让下一代知道怎么样走在正确的路上，而不会造成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伤害啊。这个228研究的这些学者，多还是少？少啦，非常的少。要对这个228，你去研究这有没有办法赚钱？很困难呐，没有办法发大财啊。但是这个我们的国家社会在转型正义啊，所以有挹注一些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是没有办法说很大的资源，但是是让政府能够运用政府的一些力量，让这个社会能够得到平复啊。所以咱也当今日有这个机会邀请这个现在在228事件当中不断一直在提出新的资料，写作，然后还有研究，还有策展，一起多方面的这类讲师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要介绍他之前如果我们可能对黄慧君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对白美珠就大概就知影对黄明文就知影讲她是美珠姐的小女这个二女儿是明文的二姐黄明文执事的二姐她也曾经在我们嘉南教会黄慧君我们已经在周报上有介绍很多了，她留法，她攻读社会学的博士但是上帝的带领，就是说很奇妙，她也才2-3年前，3年前才洗礼，虽然是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她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很特别，3年前她真正有感动她才愿意明白认识这个信仰洗礼受洗，所以现在是台北香莲教会这个会友了。所以咱今天的时间其实牧师不能讲话占太多因为这个他花很多时间在研究
但是他可能会很低调，不太想介绍自己很多，好，所以一定要先介绍一些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慧君真的是，但现在硕果仅存，台湾的研究228真的是很在台面上还非常活跃，杜姐还在分享说，他一年要研究80个人物去年80个。得1个礼拜都要研究1个半明年也要再80个，今年也要再80个好，所以他的工作非常的忙就是他要把80个人物的这些历史资料要整理出来，好，所以这比部书在准备刚抖篇更加辛苦好，所以他百忙当中抽空来到我们当中，好来跟我们分享，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或是在线上，好参加的都是非常难得也都是这个228事件的见证人。好，我们这时候就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慧君，好在我们当中，好拍手来欢迎。谢谢陈牧师。那迦南教会的朋友，大家好，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脸孔对。也很珍惜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我最早是228纪念馆的策展人，那我做了10年的展览之后呢，因为做展览都要自己接触一手史料，因为我不可能只是听学者讲的，我要亲自看到那些档案，亲自看到那些证据，亲自看到那些照片，因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发现。那我觉得只有写作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才可以真正把我发现的真相写出来，而不受到政治的干扰，不受到政府或者是统治者的干预这样子。所以我的第一本书《228反抗运动》就在新书发表的时候，那一年美国邀请我过去演讲，他们也看了我当时的一个展览很感动，而把整个展览移到美国的大洛杉矶台湾会馆。那也有机会，我在那一年认识了陈柏志牧师在拉斯维加斯这样。那我想我就把握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这将近20年的一些研究心得。首先我要跟大家先分享3个故事，3个人的故事，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说不定他们的故事你们也都曾经听过这是陈澄波的淡水夕照这幅画在2007年以2.1亿元的价格拍卖出去，买家应该是一位台湾的商界的人士，他似乎在用这个数字跟人们说着这个在历史里头蒙尘的一个画家。那他出生在1895年，这个数字很敏感，因为那一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那2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他也曾经开心的画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说600万同胞的欢喜如山崩地裂，台湾光复可喜可贺。你可以看到他的汉文化认同很强，他说我可以生于前清，而死于汉室，是他终身所觉得踏实的。但是为什么228事件他会被枪杀在嘉义火车站前？各位也可以看到左侧有一个身影，是他的太太，把他的遗体抬回到家里头，找来摄影师拍下这张照片。那为什么？因为228事件的时候发生非常严重的军民冲突，只要有人民上街抗争，政府就派军队上街开枪扫射，甚至用迫击炮轰打市区，所以学生在家里也被炮弹炸死。所以呢，嘉义的人民组成民军，把军队围堵在水上机场里面，不让军队可以恣意的到街上继续开枪。好，但总不能这样一直下去，所以就推派了和平使节到嘉义水上机场和谈。没想到陈澄波跟这些嘉义市参议员一进到机场就被扣下来，在2个礼拜之后枪杀在嘉义火车站前。要押出去的时候，当时被关押在嘉义监狱当中的228事件的参与者，大家集体下跪送行，跟这些
担任和平使节的这些市参议员陈澄波还有其他4位送别。我后来看到一个口述历史，我感触很深。那个当年参与作战的年轻台湾人，当学者去访问的时候，他先跑到后面去狂哭了之后才出来回答这些学者的访问，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曾经参与过228。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作战的是我们，拿起枪对抗政府军队的是我们，为什么抓那些无辜的画家、医生跟参议员去枪杀？”各位听懂了吗？好，这是陈澄波的故事。你再来看看他的遗书，他写给他大儿子的陈崇光，他第一句写什么？为12万同胞来死，无歹啦。他写给他的女婿普天生，他是一个雕塑家。他进一步讲，因为孩子还小，他能讲得很简单，但是对这个雕塑家而言，他可以谈深入一点的问题。他说：“你岳父这次为嘉义12万市民来解围，跟市当局谈判和平解决，因为他会讲国语。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台湾人讲台语跟日文。”新来的统治者讲中文，语言是不通的啊。因为陈澄波他曾经去上海教过画，他会讲中文，他又是民意代表、嘉义市参议员，所以他成为重要的沟通的桥梁。他说：“我今天有这样的杀身之祸，但是我为了解决民族自由的这样的心，他问心无愧。我的后代，你告诉他的子孙，你们不要因为我被枪杀而觉得抬不起头。”我做的事是为嘉义市民而做的，好，可惜他不达目的而亡。而你看他的心多么的清澈，他的灵魂多么的高洁。他在死前，他交代他艺术界的这些同仁，他说：“不要分支做派，应求全岛艺术前进的最大动力。”他想的不是自己，他想的是整个台湾的艺术界。他想的不是自己，他想的是整个嘉义的12万市民如何可以安全的从这一场对立当中全身而退，甚至是那些站上街头的年轻台湾人。好，接着我要讲张七郎，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位医生，他出生在1888年，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到1947，这样一个台湾人已经经历3个国籍了。他出生的时候是清朝。1895年之后，他被迫成为日本人。1945年2次大战结束之后，他又成为他所认同的中华文化里下的中华民国的国民。那时候他非常的兴奋，他兴奋地写下说：“这是做了51年的奴仆可以垂死重生。”他也跟他在东北当医生的大儿子说：“赶快回台湾，享受治理自己国度的欢欣。我们不用再当日本人的2等公民了，我们不用纳税而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我们可以做自己国家的主人。”这是2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当时台湾人的期待跟心情。他也在1946年参选了参议会，他还当选了制宪国大代表。我请大家注意这个头衔，不能讲头衔，这个身份，制宪国大代表。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在1946年在南京召开，所以台湾选出制宪代表。这部宪法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这部宪法。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县市长民选，可以之前的省长民选，表示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同样有这个权利。所以各位常常听到228就说：“啊，那个时候就是都是这么乱呐，等等等等的。”可是没有的，我要跟大家讲，那是一个宪法通过的时刻，它离228事件不过2个月。好，4月4号，3个医生，张七郎跟他的2个儿子也都是医生，一起被枪杀在花莲的公墓的郊外。他的墓碑上，我去过那边，上面写着：“满腔热血洒胶原，2个小儿为伴侣。”一家父子3人命丧在统治者的枪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慢慢来跟大家说。
第3个故事是一个律师林连宗，大家看这个照片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多疼这个女儿。当时的台中恐怕这是唯一唯二的钢琴，他把他女儿打扮得这么漂亮，而拍下这张照片。好，旁边他搂着他的小女儿看书报的样子。他一样当选制宪国大代表，到南京去开会。他告诉他女儿什么？现在国民大会的代表有1600多人，其中有80多位是女性。他告诉他女儿说：“你现在好好奋发学习，有一天你也有能力，也是可以选大总统的。”台湾在2016年选出第1位蔡英文女总统，但是各位看她写这封信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对，228事件发生的前3个月。我要跟大家说什么？我要透过这些真真实实的史料，让大家看到228世代的人，他心中对一个美好台湾的图像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而牺牲？好，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他们何以牺牲，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那么样深深爱着我们的人。美好的台湾是为谁？是为后代，是为我们的。好，但是它的下场是什么？大家应该听过228事件，有很多被秘密逮捕之后暗杀，到今天都不知道遗体在哪边。这是非常非常惨无人道的一个事情。我在研究228的时候，刚好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对这种到今天都还不知道自己父亲的遗体在哪里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个被密裁、被秘密逮捕之后暗杀的这群人，成为我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那他们也带领着我一步一步的发现，到底什么是228事件。那我唯一找到一个档案，可以找出，我不喜欢说失踪，很多学者都说失踪，这是当权者掩饰自己罪行的一个说辞。他们就是被秘密逮捕之后暗杀，或者说是密裁。证据在哪里？就在这份大溪档案，就是给蒋介石的档案说，陈长官就是陈仪10日令宪兵驻台特高组秘密逮捕国大代表林连宗，他写错了哈，是林连宗，他是参议员，还有林桂端、李瑞凤，给他们冠的罪名是什么？彼等联名接收高等法院系律师。我也查出来了，其实他们那时候做什么？他们就是把全部的法律人都找到高等法院开会，做什么？推举高等法院院长，推举检察总长。而我从另外一个吴鸿琪法官的日记里头看到，根本就没有结论，因为也派特务进去闹场了啦。说真的，其实就是这样，报纸都有写出来。好，我说报纸写出来说他们就是公开推举。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提名检察总长是总统的权利。台湾的检察官协会每年也会票选3个最高票数的，送请总统参考。总统可以提，总统也可以不提。他们当初做的无非就是一个台湾人推出台湾人觉得理想的名单，送请中央参考，因为提名权在中央。但是却因为这样遭到密裁与暗杀。好，所以我透过这3个故事做一个开始，我也想请大家去感受，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期待一个怎么样更美好的台湾？那我们要透过228学习的是什么？人民跟政治领袖应该又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那回到久远一点，2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对台湾而言是天崩地裂的一个时刻？我给大家看2张照片，一张是战前的家庭照，拿的是日本国旗，另外一边拿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其可能是也不像国旗，就是甚至可能是党旗，或者是大家想象中的当时的国旗。因为其实当时的台湾对所谓的中华民国是非常陌生的，所以
1945年8月15号，二次大战一结束，前一天台湾人叫做日本人，你出国拿的护照是日本国，后一天你的国籍是中华民国。各位有没有想象，如果你家有可能现在叫长辈，那时候是可能你的哥哥、你的父亲、你的弟弟、你的孩子在战场上，他跟谁作战？他是跟中国军队作战。所以前一天两个人是战场上敌对的国家，隔一天你要说那是我的祖国。各位可以了解到这种恐怖的甚至很戏剧化的一种状态嘛？当然年纪大一点的，像刚刚的张七郎，他生在前清，或者是日本时代有一些文化协会反抗日本人的40、50岁的，他可能觉得可以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总归那时候开心的，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好，就你看吧，就是这种欢欣的场面，但是持续没有几天呐，你就看到军队的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这位林茂生，他是哥伦比亚教育哲学博士，在日本时代也很可怜呐。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哲学博士回来，应该要在台大教书吧？没有，他只能教英文跟德文，他的薪水只有日本人的一半。所以什么叫做殖民地的人民，其实是很酸楚的，是很凄楚的。所以战争一结束，他很高兴啊，他说我的社会国家终于可以不再是对立的，我的人格也可以不再是分裂的。我明明反对战争，我却要参加黄明丰工会歌颂战争；我明明反对日本政府，我却要歌颂他。他以为从此之后，一国家、一民族、一语言，我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人格不用再如此被分裂。结果他参选了国民参政员，为什么提出辞呈？其实很快新的对立就来了，因为居然说参加过黄明凤工会的停止公权，什么意思？参议员不能做，律师不能做，政府官员什么你都不能做，等于说整个管理阶层、行政统治阶层是不可以有过去参与黄明凤工会的背景的。但是是台湾人自动自发要参加的嘛？当时只要你嗜好人物，你都会被日本政府被迫必须加入黄明凤工会。这对台湾人公平吗？你在战前被日本人这样压迫，战后你又要被新的国民政府重新清洗，限制你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而这都是台湾1等1的人才。而居然连领导过日本时代议会请愿运动的林献堂先生，他都在日记里头留下说：“我也曾经是凤工会参与过的事务，担任过事务长，我恐怕也没有资格参选民意代表。”坦白说，他应该是台湾最适合的议长人选，但是后来也因为政府想要把这个位置给黄朝琴。所以林献堂自己起来说：“我年纪太大了，请大家不要选我。”事实上，这就是当权者干预民意代表选举的很清楚的一个痕迹。好，另外语言政策，各位有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本来是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你在战争结束那一刻，你恐怕会变成文盲。日本占领台湾之后42年，到他发动战争的时候，他才废止了报纸的汉文版。但是陈仪国民政府一来1年，就废止了报纸的日文版。但是他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他又不给台湾人汉文教育，学校的汉文教育也取消，甚至你只能够讲日文。所以那时候10几岁的孩子，或他要考高中的，他只会日语啊。他还不会中文啊，所以台湾民间希望说给我们3到5年的过渡期来学中文，这个合理吧？但是统治者不给就是不给，很快的出现巨大的问题。第一个，律师，你看他们努力了一辈子，我看到很多就想说要送到日本去念律师啊，读一年爱背一块地啦，那因为台湾也没有法律的科系，所以都是要到日本去念书的。
那你可以通过日本的高等文官考试取得律师的资格，那是比日本人还要优秀，是精英中的精英哎。结果你在大陆其他省份，你都是只要用经历，你是律师，同样的经历就可以继续取得律师资格，但是却在台湾说一定要用中文考试。各位觉得反过来？现在如果是英文，我是律师，叫我要用英文考试，叫我要立即用英文辩护，我有办法吗？如果我英文考试没有办法通过，我就丧失我的律师资格，这公平吗？所以当时台湾的律师发起罢考，他们66位律师一起开会，希望当局不要用中文，起码中日文并列这样。结果这个考试的情形，当局完全不顾律师的请愿，还是举行了。66位律师当中，27个人去考试，通过的结果是怎样？只有1个人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识到，整个人才重新冲刷，语言成为那一道过不去的高墙？如果说日本时代血缘成为一个原罪，只因为我是台湾人，我再怎么优秀，我都不可能成为主管，我都不可能有机会晋升。但是在战后，他却树立起语言跟省级的高墙。台湾人难不成永远只能够做被统治者跟被殖民者吗？好，更大的问题出现严重的用人的省级偏差。行政首长就是等于所谓像行政院这样，跟地方的首长，外省级的高达95，地方首长82。你看到台湾籍1个、3个，总共4个。抱歉，这4位都是有大陆经验的台湾人。就是所谓的半山，他们不在日本时代这个议会请愿运动跟各个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的脉络里，他们直接跟台湾远离了20-30年，这时候回来直接当大官。如果是把台湾治理得很好，没有问题，但是不断的衍生各种，包括当时只要说台湾人，因为你被日本人统治过，他就说你被奴化了。那台湾人、日本人来的时候骂台湾人亲国奴，中国人来的时候，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过，又说台湾人奴化。这个奴字啊，深深的刺伤了台湾人的自尊。那大家也不笨啊，大家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刻意骂台湾人奴化。事实上，你在说台湾人不能当权，你就可以独揽所有的政治权利跟利益。好。而且还因为这样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省级对立。那这时候的台湾人碰到一个状况：日本时代你要经过皇民化，你才可以跟日本人享有一样的权利；战后又说你必须中国化，你如果没有中国化，你也不可以享有跟中国人一样的权利。那台湾人就一直在这样的压迫底下。好，那我刚刚说的，他这样的用人的省级偏差，但是却出现非常严重的贪污。那包括扮演重要角色的首席检察官，自己都封押民船去走私，包括很多的公营事业、专卖事业都出现严重的贪污问题。那这是当时的接收。本来日本时代炊烟袅袅，工厂开工，战后呢整个倾颓，接收之后查封，也不知道工厂要怎么运作。大家大概有听过，就是说那个台糖负责糖业公司的人不知道是用甘蔗榨糖的。然后其实当时因为美国对日本禁运啊，所以当时已经有所谓的所谓的用酒精燃料的这些，但是当时接收的官员也不晓得这些军需工业、化学工业有些很先进的技术，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掌管工厂。那各位看到，这虽然只是一幅漫画，但是背后是有很严重的经济民生问题的。因为一个工厂不能够复工的话，各位有没有想到，它背后是什么？是很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且有大批从2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回来的年轻人，如果又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又没有工作让他们做，这显然是要生出大问题了哈。
那接收为什么会说是 gap 修？各位要知道，日本战败之后呢，那日本人离开台湾，他不能够带走他的房子，他不能带走他的事业，连他的存款也只能带很小的一部分而已。那所有这些本来国营事业的部分为政府所接收，所以连日本人的私有财产都是由政府所接收。但是真的是由政府所接收吗？还是进到私人的口袋里？我最近才发现有一个，各位知道日本时代台湾有25家日本人跟台湾人所创办的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叫生命事业保险公司，25家，在战后被合并成台湾人寿公司，全部都交给一个人，叫黄炳兴接手。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严家淦的旁边的人。那你看现在的资料都说这个人叫做台湾保险之父，说不定他有他的贡献，但是你看到的是整个日产的接收出现很大的问题。那本来我经营矿业，日本人走了，他的矿产我可以买吧？不行。我就看到一个受难者叫许纯晴，他想买，不给他买，还说他这样子是不优良的行动，还不行为，还怎么样？那这个也成了国家的资产，但是国家资产之后交给谁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好，那包括法院这种需要高度专业的地方也千轻一气，来一个院长，他家一半的人不说错了，法院一半的都是他家的亲戚，可以这样子吗？好，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15万吨白糖的事件，因为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有内战了，为了平抑中国的糖价跟米价，把台湾的糖运到中国去，结果台湾的糖起大给。台湾本来是产米的地方，居然也出现米荒，跟有钱也买不到米的情况，所以整个经济政策完全失灵。如果当产米的地方人民都吃不饱，甚至要上吊自杀的话，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发生动乱？但是背景非常的复杂，我想我今天也没有办法一一讲。好，那我还是要回来这个重点是说，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如何突破这样的政治僵局？当时的人是有一个脉络在努力的，但是这个脉络性的努力一直没有被好好整理出来。我也写了一本书叫《228消失的政党》。你要是有意识到当时是有一个政党在领导的，你对228的感知会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大家说的弃烟血案之后，台湾精英就被杀光光了，不是这样的，这个很不 make sense 的。中间是有一些环节的。当时的台湾人是你想想看，日本时代都有蒋渭水的台湾民众党了，懂得跟日本人争平等、争自由了。战后这些人都还活着啊，蒋渭水虽然死了，这些人当然再次起身要组成政党的啊，只是政府不让他们组党。但他们很聪明啊，我不用一定要叫做什么什么党啊，就像英国的工党的前身是废编社一样啊，我可以是没有党名的党啊，我可以是协会呀，我可以是读书会呀。重点是有组织、有方向，带领群众，去争取权利这样子。那当时因为我刚刚有提到选制宪国大代表嘛，不管是张其朗或林仁宗都有选上。那因为有即将召开制宪会议，宪法通过指日可待，所以他们就在1946年9月提出县市长直接民选的诉求，来改变这个贪腐的统治结构。官派县市长贪腐的统治结构，政府用人谦轻引气的问题等等的。好，这就是我说的日本时代的台湾民众党，本来叫做台湾民众协会，但是他很聪明啊。我说他很聪明是，你若改成台湾民众协会，大家就知道这是以前的台湾民众党，这太像政党了，不可以。硬是叫他们改成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你说当年统治者，就像日本人要台湾人改名一样，他就要叫你忘记你的过去啊，忘记你的脉络啊。我只能够说，当年的统治者是成功的，因为到今天台湾人多数的人不知道，这个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就是日本时代的台湾民众党。
在228事件之前是有这个政党在引领群众运动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你如果清楚，你就知道这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民主运动，不是香港有这个真普选运动。228事件是比香港反送中运动更大规模的真普选运动，因为只要县市长直接民选，我们就等于颠覆这个专制政体了，这些人就必须还政于民啊。好，当他这个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提出县市长直接民选之后，势如破竹啊！在1946年9月20到9月30号，一天成立一分会啊。那个游锡堃院长看到这个，他吓一大跳。他说，当年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前的美丽岛杂志社，事实上也是一个没有党名的党。他用美丽岛杂志社的地方分社在行阻挡的事实，但是你袂使讲，迄当中他们做梦都袂使忙着讲要走动，安那都得掉去啊安尼。那个时代的恐怖是恐怖到这样子，但是你要突破专制政体的关键点在哪里？党禁、报禁、戒严令、万年国会，突破点就在阻挡。好，那他就用这个来设分会，气势如虹。更重要的是，政治工作者跟律师的合而为一。政治运动需要法理基础，需要论述。好，台中地区多名的律师加入，好，几乎那个时候，几乎台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律师都参与在这个政治运动里面的。好，那律师的加入是真的是非常 powerful 的，就是这个林连宗，他又选上制宪国大代表，他到南京去开会的时候。因为他太疼他女儿了，他每天都跟他，几乎每天都在跟他女儿写信，所以留下那个时候的足迹哈。他说宪法制定哈，什么时候要实施还没有公布，我们台湾代表是要求立即实施。他说我们主动召开全国的记者会，招待各省的代表，一再说明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台湾我们必须立即县市长民选这样。好，我也找出这个国民大会实录。真的就让我找到第61条，就是台湾代表联合其他省份代表提的，说到宪法制定后，为昭示政府还政于民之大幸。你宪法不可以只定啊，定了之后就不施行啊。他说你10天内就应该政府公布，宪法公布之日起定6个月内实施，就完全呼应台湾。我说的那个反对党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定的1947年6月台湾要县市长民选，各位要意识到这个诉求就一路延烧到228事件，因为这是在228事件，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公布是1947年的1月1号，就是228事件的2个月前。好，但是一切有那么发展的那么顺利吗？没有。就在南京开宪法会议，就像林连宗他们到处在游说说台湾要立即实施，要6个月后要县市长民选的时候，陈仪啊，这个行政长官他说：“哦，你们现在就要民选，会非常的危险，你们这样会使台湾变成台湾的台湾。”好，现在你可能看到很多人很喜欢引述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想应该跟我大概10几年前把这句话找出来应该有一点影响这样子。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少数政权或外来政权的心态。他觉得一开放民选，他们没有位置。好，他想尽各种办法跟大家透露一个秘辛。那个郝柏村在过世之前，在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个纸条，透过中间人要给蔡英文。其中有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已经把台湾还给台湾了。那这句话反过来讲是什么？之前是不是都有用点不太正当的方式硬是霸占了台湾？好，那228事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家举全台湾人之力，想要这个真正的民主到来，但是统治者他不断的设下各种防线，包括用语言说啊，你们还不会讲中文，所以不可以。好，但是他忘了台湾人讲的台湾话也是中国的方言啊，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就欠缺，就说是就是日本国或者是什么，不是啊，
你对于民主的信念，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自由，对于已经通过的宪法所保障的台湾人该有的权益，台湾人是有权利争取的。好，所以陈仪就自己去定了一个宪法通过了，后来是公布在1947年12月25号实施。那时候还不知道会有国共内战，蒋介石失败，然后在1949来到台湾，这是1947年的事情。所以陈仪就说：“你们现在就要民选，不可以，要等1949。”好，这时候这个反对党就冲上街头，好，就到处开宪政座谈会。所以宪法在228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那今天很尴尬，因为民进党不是很愿意谈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呢，他谈中华民国宪法，他也不愿意承认228是一个民主运动。但是历史事实就真的是这样啊！这个反对党当年就是以宪法作为他行动，要求县市长民选最合理的一个法理基础。全台湾到处演讲，我想这个街头演讲一定是成为一个风潮，所以才会出现漫画家画了这个廖敬平，就是这个反对党政治建设协会的最重要的 key person， 这样，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影响力。那我刚刚说过，228事件，如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会不生动乱？前几天那么冷，大家可以想象228事件时期，天那么冷又没有饭吃，人民有多么的可怜。好，父子就在没饭吃、失业，就在街头，在公园。好，我想艺术家也刻画了那个时候的情景，就是米仓台湾出现没有米可以吃的状况，到处。然后227，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弃烟血案。我要讲的重点是，你刚开枪打死人，第二天民众到专卖局、到长官公署抗争，昨天的正义还没有返还，你又对示威群众再次开枪，这个是228那一天，大概贪污的官员啊、贪污的单位都被民众闯入抗争，这就是盐务局的车子就被烧毁。好，那民众就直接进到附近的广播电台播音，所以一时之间，整个政府开枪，打伤示威群众的消息就传遍全台湾了哈。那各地都是起而反抗，桃园也是哈。然后我那时候看这张版画哈，那天因为再来也是大家常听到，在路上看到外省人就打，这是事实。但是这句话没有讲完整。我刚刚的数据很清楚写，当时的统治阶层、党政军、教师等等的，都是以外省籍人士担任的。当官员出现贪腐的时候，当统治阶层出现贪腐的时候，他们打的是贪官，而不是打外省人。好的外省人是被台湾人保护起来的。那有没有非理性的台湾人乱打人？有，但是很快的组织228处委会，呼吁民众不要再打伤人了。好，所以在2天后，应该是3月3号的时候，整个秩序就稳定下来了。好，那更激烈的是，他2月28号宣布戒严，3月1号的北门事件，这个事件比较少被提到。事实上，这个事件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戒严，他宣布戒严之后呢，只要在路上看到有群众聚集，就开枪扫射。不可思议的是，我看到北门圆环啊，就是现在柯文哲宣传他政绩的那个北门圆环，台北火车站的右侧那里哈，有那种2岁的小孩、11岁的小孩，就有医院的证明是冲撞，就是子弹射穿。你可以想象那个炮火猛烈，因为那时候给出啊嘛，2层楼居然可以射入2层楼的住家。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政府单位的炮火有多么的猛烈，恣意射杀那个聚集起来的民众这样子。好，那
这个当然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所以是一连串的227弃烟开枪打死人，228抗争再打死人，3月1号戒严又针对群众继续扫射。其实这个时候陈仪已经从基隆跟高雄调兵了，但是你看当时家里头的医生的那个都被子弹射穿，那真的是乱弹扫射。我觉得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去感受到当时的政府开枪之猛烈的状况。好，这个时候这太没有道理了，这样子对于示威群众开枪，那军队不退，人民不退，这是我发现的。就是说，他虽然从基隆跟高雄调兵，高雄调兵坐火车到新竹的时候，就被台铁的司机自动罢驶，不上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兵是要再去台北镇压的。基隆的夜间也上不了台北，也是被群众沿路拦截，用各种方式。军队也是很没有训练，炮声都以为是枪声，民众没有枪嘛，那个时候没有枪。3月2号之后有开始进入警察局，有些人去夺得枪支等等，但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是用各种方式去阻挠，不让军队北上镇压。好，所以各地都有各种不同的反抗事件，台中是最严重的，直接冲进去那个市长那个刘存忠家里，发现台钞8大箱，就证据确凿，贪污的证据一目了然呐。然后大家都是直接到那个广场，就把钱放在广场，贪污罪证确凿，就一把火放火烧了，火光熊熊的，人民当然也因为抗争而充满了力量，这样子。好，那这个时候真的整个社会是失序的，那就组成这些民意代表就组成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就告诉大家说一定要镇定下来，不要再随便打人了，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一起来跟政府进行总谈判这样子。这时候全台湾17个县市都组成228处委会，好，那这个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简报。我还没有研究之前那个脉络，我大概20年前就看到这张简报，每次都说228什么，好像都没有一个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做，然后人就不见了，不是，他是很清楚的，在我们争取市长民选，看这是3月3号台南的头版头题，好，废止专卖贸易2局，要求及时实施市长民选，好，那很快的集结起来，整个民意。陈仪也很害怕，因为整个台湾人确确实实都团结起来，就3点诉求，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反对党跟陈仪谈成的。第一个，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还是长官公署，我会不会被排除在宪法之外？我要改成跟其他一样都是省政府，我才可以适用宪法。再来就是最直接的县市长直接民选。第3个，任用本省人士。好，那。所以这个谈判是为什么可以成功？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刚刚陈澄波，请大家把记忆回到陈澄波那一幕，因为嘉义的民军把政府的军队围堵在水上机场里面，民军是打赢政府军的，所以陈仪就在3月6号晚上广播说，你们。答应的县市长民选 OK 啦，7月1号就可以来选这样子。这时候民军就退了，以为真的牺牲生命，大家抗争要的已经获得了，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转型正义最重要是揭露当年专制统治者的面具。第一个两面手法，3月5号陈仪跟大家讲说政治要怎么改，大家都来提，但是。3月5号，他同时晚上6点10分，他收到蒋介石同意他请兵的要求，这整张都是红字，是蒋介石的手机。他跟他回复说：“陈长官，他说我已经派宪兵1团，步兵1团，宪兵1营，现本月7日由上海起运，勿念中正。”各位注意到3月7号。3月7号军队才会从上海出发，那表示3月7号、3月8号之前，
陈仪是对台湾人没有办法的，他干了什么事？好，我先把这个红皮讲完，因为这太重要了。整张都是红字，代表什么意思？这是白色恐怖的档案。这个人自首，本来判5年，结果到蒋介石那边成为应急枪决可也。5年哦，本来判5年哦。这个红字就表示蒋介石的命令就等同于法律或高于法律。那你看这整张都是红字，蒋介石也知道会血流成河啊。好，这刚刚讲的3月6号，好，所以他3月5号是他知道他知道军队要来了，但是军队可能8号才来得了，所以他3月6号晚上透过广播就先答应了县市长民选的要求。更夸张的是3月7号，公署各位看到没？政府亲自打电话给各县市参议会说，你们觉得现在的县市长不满意的，就先下去民选，先选3个人，我再来圈定这样。但同一天档案揭露之后，同一天他在办公室做什么？他在写电报给蒋介石说，除整编21师全部开刀外，再加1旅，在最短时间内予以肃清。恐不恐怖？一边跟你讲民选，一边再去调兵。那3月8号，不好意思，我觉得3月8号是最荒谬的。如果你我那时候住在基隆，3月6号晚上广播说县市长民选，3月7号报纸来不及刊登，是3月8号，所以当时的官方报纸台湾新生报是刊在头版头题耶。3月8号，我们以为这段期间的抗争都已经成功了，结果没想到我耳朵听见的是军队扫射进入市区，太康舰来台，各位有没有看到？8日晨10时，在官兵8000余人，扫射进入基隆。所以为什么说转型正义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政府如何重建人民的信心？如果你我经历过当年的这个过程，我如何赋予这个统治者信任？我是这么样深深的被欺骗的。之后恐怕就是大家很熟，这个我研究的重点，密采。为什么他不敢把这些人用真正的，你用军法，你用司法，不敢，你甚至是用暗杀的方式。哪些人被密采？媒体领袖、反对党成员、法律、司法改革的这些律师们，各位有没有意识到，这3类人都是民主国家很重要的基础，跟可以为人民说话的，可以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可以批判政府、抓住他们问题的，被密采。好，这是刚刚说到的媒体领袖、3大报，当时也有3大报。那我要特别讲这位吴金莲。228事件的号角一响，报社也起来改革，不是都改成中文版吗？台湾很多人看不清楚，吴金莲就说中日版并列，而且大幅报道228处委会的消息，包括陈仪跟各个单位怎么谈判的，都写在报纸上。就你不能够欺骗就对了啦，你没有签合约，我就登在报纸上，昭然若揭。好，但是被暗杀。那给这些媒体人的证据，说的罪名就说他们用报纸抨击政府施政，强调省政改革的必要，煽动台湾人不满现实，这是他们的罪名。很荒谬吧？这我们看来只是媒体该做的事而已。那反对党成员，我说的那个前台湾民众党政治建设协会，真的惨不忍睹。从日本时代来的这些社会运动家，几乎在228事件的时候，整个被消灭殆尽。大概光是遭密采的有到10多个，那以及接着枪杀和平使节，嘉义有和平使节，高雄也有和平使节，进到军方都立即被逮捕之后枪杀。这个潘木之医师很值得多认识他。
他也是留下遗书，说为市民而死，生虽死犹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嘉义来的朋友，我觉得228事件是很值得嘉义人骄傲的，他们有这么样深爱他们的民意代表为他们牺牲哈。那在牢里头，连狱卒都看不下去了，就用那个牢里头不知道怎么样有那个烟盒的纸，让他把遗书写给他太太这样子。他跟他太太说：“牧之是为市民而亡，生虽死犹荣。那我的一生使你非常多痛苦，希望你宽恕我。我每日每夜必在你身边保佑你们。”那以及枪决民选县市长候选人，我刚刚不是说3月7号陈仪说你们不满意就下去选嘛？花莲选出来的就是张启郎。后来中研院找到一批机密档案，是谁下令枪杀他的？就是当时的市长张文成。那时候1947，眼看着张启郎会当选，他不会当选，他就把张启郎就直接就叫军队就杀掉了，连他的2个儿子都带走，因为有可能张启郎不会出来选，他的大儿子30几岁的。在东北担任医院的院长的，他有可能包括后来做花莲初中的校长的，有可能他会出来选。汤德章律师最近有一部他的纪录片，也是票选市长候选人，所以何其荒谬！13号选出来，对不起，9号选出来是市长候选人，13号被枪杀在那个现在的那个台南文宣馆前面。这时候英国领事馆的这个他的观察就说，淡水河不断飘下来双臂反捆的尸体，流经台北时会冲到岸边，会冲到桥墩下，政府不遗余力地追寻并杀害领袖人物。杀人如麻的目的是使福尔摩沙人不再有未来的领袖。这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看到的228事件。好，那很多人死了，有很多人被逮捕，敲诈勒索。这个刘阔才年纪大一点，知道他是前立法院院长吧？当年也曾经用500万保命。好，500万不止救他自己啦，也救他那时候一起被抓去的好几个那个朋友。那基隆港浮尸是大家可能也常常听到，因为他觉得只要是年轻人，就是会反抗他的，就是台籍日本兵，就是组织起来的。所以当时的很多基隆的年轻人遭到很严烈的杀害。这是一个女性的照片，当时在高雄火车站前面出现无差别的扫射，这是多年后她申请228事件赔偿的时候所减负的照片。那高雄中学、高雄市政府，这因为高雄有军区的彭孟器，他在第一时间就采无差别扫射。那罹难的几乎是各界的精英都罹难，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聚在一起商议如何解决问题。所以这些228的受难者真的是为人民在努力。这就是那这样一个屠杀高雄人民的蒋介石说，升他做警备总部的司令。那什么是转型正义？你看看各个国家，这个德国总理去波兰的时候，对于当年纳粹的罪行下跪道歉。你没有这样的话，谁敢跟你做朋友？你没有对过去真正悔罪认错的话，如何重新赋予信任？然后判处加害者。我看到一个例子，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判处那个屠村案6000多年的徒刑，这可能真的关不了什么人，但是他以司法做出象征性的重罚，也凸显当年被告的残忍。那我一直很关心那个至今不知道遗体何在的，你会看到西班牙他们也去做人道最后一里路，协助家属把遗体找回来。那找到2000多处的集体坟场这样子。那也有走和解路线的，像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那台湾转型这一页
对228能够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把真相找回来。然后我感触很深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228受难者都想留给我们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我想我用我的研究，也用今天这个演讲纪念他们，谢谢他们为台湾的平等、民主跟自由殉难奋斗，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慧君啊，他把他这20年来累积的贡献啊，真的是如数家珍啊。好，那很多的故事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好，或是听到好几次，但是一直会有新的一些证据好，会不断的呈现，好，但就是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努力啊。好，所以盼望我们不是只有228好，记得要放假。228记得要去哪里玩？228记得要好，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好，而是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好，我们应该都是为了将来，为了世界上的公益和平，我们继续的不断的努力来往前啊。好，我们在最后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好，我们要一起来回应。好，同时我们要为今天是228的祷告会，我们要为一些228好在这些历史好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好，请我们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咱用这首诗歌，为这块土地，我深深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根全地来变就，互这个所在有上帝公义、和平甲祝福。为这个土地，我深深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根全地变就。为这个社区，我行比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力我把天白，愿你我降临，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我把天白，愿你我降临，愿万甲喜乐永远定咱心。咱对头搁一摆。为这个土地，我深深祈祷，愿主的真理哪根全地变就。为这个社区，我行比憔悴，愿主的我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力我把天白，愿你我降临，愿颂香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愿全力我把天白，愿你我降临，愿万甲喜乐永远定咱心中。我们要为3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我们要为着228 78周年来祷告，求上帝来看顾在这78年来台湾所受的伤，好，也愿上帝来医治，愿上帝来修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这会出现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为伫228事件的78周年这个时刻，我们要来献上阮的祈祷，因为上帝，你予这个台湾因为真深的受伤，台湾真侪优秀这的人才，这的政治家、律师、医生，也是伫新闻的媒体的工作者，因伫78年前这个台湾经历这个真大的动乱不安。主啊，来失去因的性命，也造成侪人、侪家庭因的失丧，才造成因性命的黑暗。主啊，总是上帝，
你看听见阮的祈祷，听见这个所在所流的话，会流出来祈祷的声主啊，你来赦免这一切的过失，也互台湾会当来记得这个教训，互这个痛苦，互这个悲伤无搁转来。主啊，我们要为228事件78周年来向主献上祷告，特别透过今天晚上在这里的分享，让我们明白当时的真相。主啊，我们对这样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但是上帝有你美好的计划旨意，能够把这样的历史一页一页的翻开，能够回到现场，能够回到真实的现状，也让我们知道台湾人追求民主的心意。今天的台湾人要继续的勇敢的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真相。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的台湾人汲取教训，继续勇敢的向前行。第二，我们要来为慧君来祷告，也为所有228的工作者来祷告，求上帝带领慧君姐妹、慧君老师她所做的一切的研究，能够有上帝的帮助，也能够她所出版的书，每本书虽然并不一定是这个书店的畅销书，但是每本书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的资料，还有人民的记忆的真相。求上帝来祝福慧君，祝福228事件工作者的这些转型正义的工作者，也祝福我们的国家、社会、政府能够走在上帝所带领的路上。咱就会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为着228事件的所有工作者来祈祷，因用真多的时间，用真大的气力、精神，无一定会当得到人的了解，也是人的注意，总是因要敲吹这的真实、这的真相，是要互后世代的人会当来明白到底所发生的代志意义是啥物所在。阮看到伫嘉义、伫台北、伫台中、伫台南、伫花莲、伫基隆、伫淡水，有真侪这勇敢的台湾人，因站出来为着人民来牺牲家己的性命，因的故事应该爱互人纪念，因的性命的见证应该爱互人会记得。求上帝你也来祝福伫慧君伊手所写的一切工作，以及伊所写出来这一切，会当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会当成做台湾人的一个课本，会当成做台湾人的一个对真实历史真正的了解的帮助。还有真侪像慧君同款这228历史的工作者，愿上帝你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不论是出书，或是拍成纪录片，或是变成电影，或是变成音乐，能够让台湾人永远记取228的教训。主啊，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台湾的社会继续来祷告。今年就是228事件的80周年，我们希望在这228 80周年能够看见上帝的带领。我们还有2年的时间，可以怎么样让这个228事件的故事不再是带着恨，过去的外省和本省的冲突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衡，能够看到台湾的将来。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台湾的棒球赢得很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大家的努力，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前途来努力，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对这样子的看重，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在2年是228事件的80周年，我们看见在美丽岛事件，在白色恐怖，主要我们看到在促转会，主要看到许多的人勇敢的在不同的年代，他们上街头用他们能够诉求的方式让引起政府、引起人民的看重，主要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能够更美好。主啊，你向世界人所要求的，就是爱行公义、好人民，用谦卑的心来到上帝你三角行。主啊，阮为着阮的社会会当行伫上帝的公义，主啊，互阮
知影这个历史，知影这个真相，知影这个历史这个事实的时阵，主啊，我毋是带着怨恨，我是带着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带着上帝你的眼光，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都是无知的人，主啊，求上帝让我们知道民主的可贵，让我们知道上帝你要怎么样透过代议的制度、民主的社会，能够在上帝你所赐给人的这个土地上面，能够正确的使用权力，能够正确的参与政治，能够正确的来关心人民。神，你所要的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主同行。主啊，祝福我们的执政者，祝福我们的国家所有的参政的人物，主啊，都能够谨记上帝你的要求，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愿上帝你垂听我们今天在22878周年前的祷告，也垂听我们在接下来继续我们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主要都不要忘记228，但我们能够让这样子的事件只发生一次，而永远不要再发生。祝我们为今天晚上在这边的聚会、祷告会献上祷告，献上感谢，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也求你继续祝福慧君姐妹她的研究，祝福她所做的工作能够有上帝的祝福，也让她所研究出来的成果能够被上帝所重用，能够唤起更多的台湾人能够有爱国、爱人、爱民、爱乡土的情操，能够真正的为这个土地上帝所祝福的福尔摩沙把生命的美好彰显、呈现、贡献在这里。主啊，求你也祝福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以及我们能够带着上帝你的感动回到家中，让我们继续的为台湾、为国家、为历史、为明天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也与我们的台湾人民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到这边，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再次用拍手来谢谢慧君。好，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好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来跟慧君请教。如果要买慧君的书，很简单，好就上网 Google 黄慧君，好就可以看到他的书还有著作要跟他拍照的，好或是要跟他询问，我们可以自由。好，谢谢大家。